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所从事的一些中医方面做得好的结果，跟中西合疗的结果，跟大家做个报告。同时，他们会有安排一些中医的健检，还有一些营养品的补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礼拜天就是冬至，所以这个活动其实是个很有意义的活动。那在我们医院的话，我们有一些中西合疗一直在进行当中，包括这个肿瘤的治疗，包括排尿的治疗，包括疼痛、脊椎关节的一些，还有中风的治疗，都一直在持续当中。所以我想，这个中医周的活动可以提供给大家对我们中医部更多的认识。谢谢。中医呢，一般可以透过这个药物、食物来补充这个身体的缺乏的部分哈。那中医还可以透过针灸呢来达到止痛、提升免疫力的作用。那当然呢，还有一些说，透过这个整脊推拿来矫正他的身体肌肉骨节上面的不舒服的状态。那我们中医周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提升大家对中医了解的一个概念，然后达到说提供大家一个最基本的养生的一个需求。之后我们包含的内容就是说，我们今年以来呢，比较有效的这些特殊的医疗，然后介绍给大家。然后呢，我们也有现场提供的这个多络仙胶，还有中医的耳穴健检，然后还有这个养生鸡汤，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喝的，比如说那个润喉茶跟去籽茶，来调整大家的需求。